想由臨時台面升級做永久 podcast 工作室，有幾樣嘢你要留意啦。首先講空間，錄音區最少要10平方米，仲要做好隔音同埋吸音。如果有人幫手切換鏡頭，最好有個獨立控制區放監睇熒幕。基礎設施方面，記住要用獨立電源回路，唔好同大電器共用。網絡要拉 Cat 6或者更高級嘅線，為將來升級 Dante 系統做準備。冷氣要揀低噪音型號，仲要確保錄音嗰陣可以隨時熄咗佢。器材方面，核心系統可以用 Rodecaster Pro 嚟做你嘅音頻中樞。影像方面就可以配搭 Roland VR 1HD 嚟做流暢嘅鏡頭切換。另外要加2至3部固定攝影機連腳架，同埋專業嘅燈光系統。咪高峰就要用永久固定嘅懸臂支架，咁就唔怕阻住張台啦。布線都要講究，所有線最好收埋喺牆或者地板入邊，保持整潔。最後記得幫啲線做標記系統，第時維修或者揾錯就方便好多啦。